喂 Sheldon，我知你都有打重劍㗎喎，你上次咧有冇睇張家朗嗰場比賽啊？有啊 ，Ryan 嗰場比賽真係好精彩啊！睇到我手心都出晒汗啊！我都好想好似張家朗咁犀利啊！但係咧成功咧係需要好多努力嘅鍛鍊嘅。不過咧，我平時真係好難揾到人同我練下劍喎。我都係啊！唉。Hey Ryan Sheldon， 我最近學咗 Michael Bay 編程啊，不如我哋一齊研發一個 game， 係可以令一啲想練劍嘅劍手更容易自己實行㗎。好喎！等等，呢個就係我哋用 Scratch 動畫軟件精心製作嘅重劍編程遊戲。呢個遊戲嘅設計概念係嚟自近年流行嘅體育科技，將重劍比賽同埋練習重劍嘅運動競技變成練習重劍嘅編程遊戲。一方面，編程遊戲可以模擬真實練習同比賽設定比賽嘅時間、計分方式；另一方面，我哋嘗試自己繪製重劍嘅比賽場地，當中更透過 pixel art 嘅方式，自己喺 Scratch 入邊繪畫角色，增加作品嘅美感同原創性。遊戲嘅正式操作咧，就係咧將劍身綁住 micro:bit 變成操控遊戲嘅手掣，然後揮動劍身攻擊電腦畫面出現嘅重劍對手。本來咧重劍同電腦遊戲風馬牛不相及，但係當善用 micro:bit 嘅藍牙設定咧，就可以把呢把重劍 level up。喺真實世界望住電腦上嘅敵人向佢一刺一劍，電腦上嘅模擬重劍咧就會跟住向佢刺去啦。喺真實世界嘅兩位劍手向上向下揮動把劍，就代表佢哋嘅移動嘅距離。喺熒光幕上就以背景移動嘅遠近嚟顯示。科技係咪真係好神奇呢？喺我哋呢個遊戲設定一局有60秒，刺中對方就得1分。電腦嘅虛擬對手會向你刺，所以玩家同 micro:bit 重劍需要左右移動，同時避開電腦嘅進擊。我哋一共安排咗2局嘅遊戲，編程一早定好，如果60秒後玩家嘅分數比電腦高，就可以去下一關，打和同一關重新嚟多一次，輸咗就會翻第一關重新嚟過，好刺激㗎！當然，我哋除咗中意重劍，都好中意編程同寫遊戲嘅，所以咧我哋仲加咗一啲玩遊戲經常會有嘅必殺技元素，增加遊戲嘅趣味。必殺技咧就係當劍手取得3分，佢就會即刻勝出比賽，唔需要再打落去㗎啦。去到我哋嘅遊戲主頁，長撳 A 掣就可以開始㗎啦。如果大家喺呢個遊戲有興趣，咁就可以 scan 以下嘅 QR code， 咁就可以免費下載喺 Scratch 網站或者軟件玩㗎啦。今日咧，我哋就將自己嘅興趣同埋香港積極發展嘅重劍運動，結合編程動畫元素，變成一個好玩得嚟咧，又可以提升劍術嘅遊戲。希望大家中意玩呢個遊戲嘅同時咧，亦都能對重劍呢項體育運動有更進一步嘅認識。作為遊戲設計人，我哋嘅目標係設計一啲好玩、有挑戰性，同時可以代表到香港文化嘅遊戲。希望嚟緊能夠有機會設計更多唔同類型嘅遊戲俾大家玩啦！多謝大家。